15条佛规，天的运是无处不在，神佛的慈悲是真实可感，永远无法度报答的。感谢皇天慈悲，感谢神佛慈面，为了行咱这的末后的众生，今受福报，难修回天。所以所处林坛，一再将这15条佛规的真义，一一慈悲来说明。汉宗理大仙伫讲，唔通小看这15条的佛规，伊是非常好的天推。照安尼去做，成佛有余。希望每一位有心修办的前贤，拢会当因此而深深了解15条佛规的真义，并且永远感念天恩，永远报答天恩。第1条，尊敬神佛。恁尊敬神佛，唔但是尊敬迄个看会到的神佛，也爱尊敬你心中的迄个神佛。恁拢真尊敬佛堂内底的神佛，可是你心中迄尊自性佛呢？你有尊敬无？你有真正的敬重无？恁若是有代志，往往会想到要去请教神佛，可是恁有想过无？为什么无爱请教自己？请教自己心中迄尊自性佛呢？神佛伫咧讲，即心即佛，心即是佛。真正的佛到底伫咧倒位呢？佛本来就在恁的心中啊！只要恁所做的一切，类不离自性，我无违背佛行，一切合乎天理，一切无违背良心，迄才是真正的尊敬神佛啊！亲像福星颜回，伊第一善就拳拳福应，这拳拳福应，诚心抱守，就是尊敬自家的神佛。你伊为什么爱拳拳福应呢？因为伊知影，这人生真短暂，世事真无常。伊爱把握着机会去行善，去积德，利用机会去行功，去立德。颜夫子伊真聪明，伊知影人真难得活到100岁，所以伊无往外修，无往外看，只有一心一意的内观自性。修自家佛，全心全意的改脾气，去毛病，所以伊才会当修到不迁怒、不疑过的境界。32岁就成就为一位杰出的圣人。如果伊毋是往内自修，尊敬自家佛，可能有安尼的成就吗？同款呢？前夫子嘛同款修行，伊曾经讲过：5日3省5身，为人莫而不忠厚，以朋友交而不信厚，传不识好。伊每日起来反省自己的事，我替别人计划做代志，尽心尽力啊无？我甲朋友交往有无到真诚信息的所在无？老师所传授予我的，我有认真学习温习啊无？
可是因两个伫个修持上，在方面上，一个是向内，一个是向外，就安尼一点点啊的差别，因日后的成就自然有悬有低，境界无同。所以，如果你往内修，以自性佛为主，这个境界自然就悬；如果你往外修，注重外相，你的境界自然就比较低。虽然这看起来只是一点仔的差别，却是所谓的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啊！你看颜夫子，伊日日夜夜认真的改脾气、去毛病、修心性、充内德，而且把握机会行善、行道，更加时时刻刻谨慎小心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真惊自己有一点点的差错。随时随地回光返照，以觉为师，所以一定会当伫个短暂的生命当中，成就了一位了不起的圣人。而净夫子伊同款修心，却是重在外在的待人处事、有形的事上，所以在成就圣人的境界上，毕竟差了一点啊。所以道理啊，恁一定爱把握着这三期末劫的家己良心，好好来尊敬自己身上的迄尊善佛，义律适中，稳疾缺中，就是时时刻刻抱守中道，言理实修，事理即进，非理即退，安尼。当你若是尊敬自家佛到极点的时，就是地心忘我的时，也就是你心中只有道无我的时阵。这个时，你已经达到无离我、无是非的境界。你在这清心寡欲、浑然忘我、一片天心、无离无我之时，也就是道理恁自家佛性显现的时阵，迄才是真正的尊敬善佛啦。第二条，尊前提孝。什么叫做前？就是指前贤，孝就是指孝学。什么款的人才有资格叫前贤？什么款的人才是真正的孝学？道理，人讲求道早的叫做前贤，领明早的叫做前贤。身为我因事、报事、点传事的，拢叫做前贤，是吗？人所认定的，就只是道场上外相上的前贤吗？恁敢知影？德行有够的，智慧悬的，言行一致，会当服众，会当作为众人标杆，会当引导众人的，才有资格叫做前贤。嘛，只有安尼的前贤，嘛才有资格互人尊敬，而互众生对内心真正会尊重伊啊。若无，你德行不足，智慧无够，自己未卖，搁引导众人相牵入火坑，又如何会当真正会引领众生回离天呢？你无法度引导众生回到离天，你又对来的资格叫前贤呢？同款呢？什么人又是真正的孝行呢？是正道慢的，领明慢的，被人引导的叫做孝行吗？道理啊！天时已经到最末后了。如果恁若未当突破一切的形象，回归真实的自性，
只有在名性上执着，安尼恁又如何会当得到真正的解脱？你实实在在的认识自性的无量呢？道理啊，所有也搁伫个学道、修道、办道，也未跳出轮回、解脱生死的众生，因全拢是后学啊！全拢个需要照着仙佛菩萨真理的指引，才会当优美转换的众生啊！道理，恁讲恁对一个是真正的前贤，你又对一个无完全拢是后学呢？所以真正的尊前退后，就是爱你好生发现，尊敬有道的人，向伊学习。而且爱地心下去，帮助众生，互每一个甲你有缘的人，拢会当得到应有的提携帮助。你真实的超凡入圣，跳出轮回啊！至于佛当中，求道比我早，名名比我早，资格比我老的前贤，你若明白。闻道有善后，因缘有金万的道理，而且真心受道，恭敬所有的人，又安怎会讲对因不尊不敬，无听明办事呢？你遐的比我较慢求道，需要咱协助，因领的人，咱若心存慈悲，效法善佛。又安怎会讲无甲伊提携爱护呢？所以真正的尊前退后，是爱咱学习放下我执，尊敬前贤，提携后学，并慈悲一切的有缘人啊。第3条，在中中正。什么叫做在中中正啊？心是你来佛堂，衫裤穿好整整齐齐，头毛嘛洗好整整齐齐，仪表端庄，就叫做在中中正了吗？如果你的心无清，心中幽怨充满欲望，目睭欢喜看好看的，鼻仔欢喜鼻好鼻的。嘴希望食好食，耳孔欢喜听好听的，身躯想要困好的床，穿好的衫，意念嘛是欢喜想东想西，妄念十生。那安尼也会当算是在中中正啊吗？所以干那修外表，无修内德，互感念鼻舌心意沾满了灰尘，这个时你的衫裤搁再安怎清气，外表搁再安怎端庄，拢袂当算是真正的在中中正。所以在中中正不只是头毛整齐，衫裤端庄，外表庄严，而是爱你的内心稳重，眼耳鼻舌心意嘛拢爱稳重。换一句话伫咧讲，你会当做到内心全无杂思杂念，稳重自持，迄才是真正的在中中正。因此，恁爱如何的在中中正呢？首先，心是爱先正己，才会当正人呢。而且，想要正己，心是先爱恢复自己光明的本心，才会当去感化别人，影响别人呢。佮再来，你光明的本心恢复显现出来以后，你也爱守住这个礼，言语合乎道，行为有规矩，安尼才会当真正的来影响道亲，带动道亲。
用这个栽种忠情的态度，为义来接受别人，影响别人。在这个最末后的时期，恁爱知影，讲道已经无用了，道也本来不是用讲的，而是爱用行的。爱如何来行，就是用这光明的本性，表现端庄的行为，和自己的言行举止合乎礼，心中清净无念，念头不偏不邪，七情六欲不再动起，这才是真正的栽种忠情啊！第4条，循规蹈矩。什么是循规？什么是蹈矩？到底是爱循什么规，蹈什么矩呢？所谓循规，就是顺着应守的佛规去做；所谓蹈矩，就是每一个人拢会当所为而行，会当徛在自己的岗位上，实实在在去行，这叫做循规蹈矩。又为什么爱定佛规呢？因为恁来求道了，求道了后，到底是爱做什么代志呢？是爱做成仙、成佛、成圣的代志吧？是吗？安尼，你无照规矩来做，你唔肯所为而行，有可能成仙、成佛、成圣吗？所以每一个人所为而行，是循规蹈矩的最基本的条件。佛规规定了这样好，你却唔照安尼行，道理恁讲安尼会当成仙、成佛、成圣吗？譬如这个末语界挂在壁上，点传书规定了，操持规定了，大家却是有看当作无看，有缘偷偷讲话，这叫做循规蹈矩吗？你点传书就亲像再生的父母同款，点传书平时规定落来，合理的话你唔听，拢只听善佛拄着照巧正讲的话，安尼恁岂唔是着形着相，有分别心吗？所以唔管点传书安怎规定，只要合理的，大家就照安尼去做，这叫做循规蹈矩。但是循规蹈矩，并不是只遵守外在的佛规就好，恁得搁爱问自己，有时时刻刻也遵照着心中佛堂的佛规来做代志。什么是心中佛堂的佛规呢？迄就是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人本来就具足的良心，你着问自己：做人做事有凭良心无？有照良心佛规去做无？对人有真诚无？有慈悲无？你的良心就是佛规。修道行道，不是看外表，是爱看内在。外在的佛规虽然爱遵守，但是心中的佛规更加爱去注意，时常切咱心中的佛顶，唔通互自己违背天良，才是真正的循规蹈矩。第5条，责任负起。责任，什么是责任？就是职责、任务，也就是咱每一个应该尽心的本分、事务。
道理，恁讲，每一位天道弟子有啥物款的责任、使命？是毋是有先天的使命，也有后天的任务？所谓先天的使命，就是将九六元胎佛祖度尽，互九六元胎佛祖拢会当达本还原，回归无极理天。所谓后天的任务，就是净化人心，促进大同，互每一个人品行端正，家庭圆满，社会和谐。道理，恁讲，安尼的责任有重无？有尊贵无？如果恁每一个人拢会当尽心尽力，大天宣化，孝成发现，正气成人，将道的尊贵伫自己的身上显现出来，而且会当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互自己的良心安然无愧，互厝内面的人欢喜感恩，互社会平安和谐，互人幸福快乐，互九六元胎佛祖拢会当恢复自性，这就是责任负起。而在这最末后的紧要关头，恁一定爱会记的，把握好自己的心念，端正好自己的行为，小心一切不良的影响，千万唔通伫佛堂内底毕恭毕敬，而倒来自己的内底就随便放荡，安尼恁袂当将道实践出来，就是无真正对道将责任负起啊。第六条，众生亲还。凡是办事，无论是办佛事、圣事，或者办一切的事，拢会当以大体为主，众生为重，这就是众生。还倒转来，如果你以个人的代志为主，小我为重，这就是众还。所以，凡是一切以利益众生为主的代志，拢是圣事。会当看重这的，就是众生，就是亲还。因此，真正众生亲还的人，伊袂只顾着自己，只顾着别人对自己的尊敬、欢喜，甚至供养。伊的存心一定以利益众生为主，伊伫个做代志一定以考虑大体为重。安尼的人，才是真正做到众生亲还。而什么是真正的圣事呢？有什么款的代志，才是真正对众生究竟有利的呢？道理，恁讲。在这个宇宙天地中，除了道是真的，灵性是真的以外，还有啥物物件是永远不变的呢？所以，恁帮助众生，成就众生，行上心性解脱、超凡入圣的路，才是真正的众生亲还。你会当受用自己，成就自己，将人心气度天良显现，也才是真正的众生亲还。若无人心无气调，欲念浮动，天良未卖，时常气无明，又安怎讲是众生亲还呢？又安怎会当真正的超凡入圣呢？这个问题，道理，恁是毋是拢应该认真好好来思考？因为修道办道，
伊只有一个最终的目的，迄就是放下一切自我的执着，恢复本来纯净的天心。而道理恁在修道修心、办道尽心的过程中，如果你无至诚的心、不变的心、无怨无悔的心，显现袂出真正的天心佛性，又安怎会当讲是真正的众生轻烦呢？第7条，谦恭和蔼。谦恭和蔼，并不是只对前贤、点团师、讲师谦恭，而是你对每一个人拢有必恭必敬吗？恁自己详细想看卖，身为修道人，是不是应该对每一个人谦恭和蔼呢？恁有研究易经的就知影。在64卦内底，有63卦拢是凶中带有吉，吉中带有凶，凶就是唔好的。那么唯有一卦，就是这个谦卦，只有吉无凶，只有福无祸。为什么呢？易经讲谦行。君子有忠，就是讲以谦和的态度来做代志，安尼代志就容易做得通，所以有行通的现象。你谦和的风度是对心性修养来，不是勉强做出来。也只有君子才会当主张谦虚和蔼，而无骄慢别人。易经上又讲，人道恶淫而好谦，每一个人拢是讨厌骄傲满盈的人，而欢喜谦虚有道的人。所以，若是知影谦虚的人，伊会当流露出人格的尊贵，而且显出自性的光辉。伊看起来亲像地位较低，但是迄份人格的高尚，却是无法度超越的。而且，这也是一个有道的君子，伊内在涵养最高的表现，因为伊放下了一切的自我，而恭敬了所有众生，所以谦恭和蔼。也是你自性佛显现的时阵，因为你谦卑自己，地心下去，你无人我之分，你无是非之念，就在这个当下，迄正是真正自我的显现，也就是真正佛性的显现。所以谦恭和蔼的人，必然会当成道，反倒转来，骄傲的人，看袂起别人的人，绝对无可能成道。因为当伊骄傲的时阵，就是人我之上无去掉，也就是执着有缘存在。而九品莲台究竟是属于谦恭和蔼的人，所以道理。恁想要成仙做佛，又安怎会当无谦恭和蔼呢？第8条，勿去圣训。圣训者，圣人所吹示的师训，也会当讲是一切记载圣理的文字。换一句话伫咧讲，就是圣贤仙佛所讲的话。圣贤仙佛到底伫咧讲什么话？千言万语，就是讲真理的话，讲众生要如何修行，才会当回天的话，也就是讲一寡引导众生如何改邪归正、由迷转悟的话。因为圣贤仙佛是已经成道的人。
所以因的话会当代表道，代表真理。你在这圣训当中的每一字、每一句，也拢是对因自性中流露出来，启用众生各种因缘理解说。所以因的话就是真经，真正佛性的流露，真正光明的引领，真正回天的引导。所以道理圣训是如此的尊贵，人又安怎会当无甲伊珍惜，深深去体会其中真义，并且以身实行呢？至于所谓的物气，就是袂使抛弃，袂使轻视，袂使无照安尼去做。因为每一篇圣训或者经书，拢是仙佛的心血、自义，自然拢有仙佛伫个护持伊。你将伊带在身边，只要你的心正、心诚，无形的伊会当保佑你，会当辟邪难。如此，你安怎会当轻易抛弃伊？你要甲伊重视呢？既然圣训是指引众生如何行上成圣成贤的路，道理恁无照安尼去做，又安怎会当修道有成，你真正成仙成佛呢？何况仙佛拢是大慈大悲，拢是为恁生死大事设想，为恁费尽心血伫个努力，恁又安怎忍心轻易辜负？你无照安尼去做呢？所以物气圣训，伊真正的含义就是体会仙佛的慈悲，明白师训的真义，最后依照圣训来实行，才会当成圣成佛啦。第9条，目着形象。目着形象，就是唔通执着外在的形象，你互伊砍掉的。因为一切有形有相的物件，伊拢是究竟的真实，并且终归幻灭无常。金刚经伫咧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因此，凡是袂当破除形象，也个袂卖以形象的人，伊的心拢搁伫个唱天、气天中，拢袂当进入无极里天。伫袂卖颠倒的众生，所以袂当真正的解脱，就是拢被这个外在的相互所绑掉的，心为形业。自性袂当做主，自然永远在轮回中流浪生死咯。所以目着形象，毋只是毋通执着仙佛的照巧显化，应当以体悟仙佛开示的真理妙义为主。更加进一步的是，爱你会当伫个任何情境中，拢会当不动其心，自性做主，这才是真正的目着形象。道理，恁定伫个讲，不偏即为中，不疑即为庸。那中道究竟是啥物呢？伊就是你自性佛显现的时阵，安怎讲呢？因为当你一心清净无为，无偏向对一边，无执着一物的时，也就是你无执着形象的时阵，你的心无互外物来沾染引动的时阵，这个时你的心就安尼清清静静，无无为为，一无所求的时阵，
就是这个中道，就是自性佛显露，所以目着形象，也就是真我的显现啊。那无你执着形象咯，就永远生死流浪，绝对成不了道咯。第10条，手续必清。古册底讲，佛家一文钱，大事是弥山。其心无实报，皮毛带家还。道理您明白无？因为这个佛家的钱，本是众生的流汗钱，虽然伊真小。也是因诚心布施而来。当伊成为佛家的钱时，就亲像须弥山遐尼啊悬，遐尼啊大。因此，如果有人行在世，成为佛家的钱时，你却无因我一时的停报善用。安尼，你虽然只是开了佛家的一文钱，但是这一念的贪心，无来实报，手续不清，就自然爱受因果报应，甚至来生做牛做马来行。所以道理，道亲行功的物件，钱财一定爱清清楚楚。若无你行事马虎，贪念一动，念得不修，安尼将来就有苦头吃咯。这一点道理，千万爱小心啊！真言秋荷必查，在天上，恁每一个人拢有一本的小谱，顶面清清楚楚记录着恁的所做的点点滴滴。而且绝对袂有丝毫的偏差，半点的遗漏。所以今后在佛堂内底，人行功的物件、钱财，恁一定爱一一交代清楚，唔通马虎。如此大事手续必清，你成佛嘛才有希望啊！11条，出过还人，出就是出去离开，过就是过数禀报，还就是还转来，面就是当面回复。所谓出过还面，就是指前贤交代的代志，不论是大小远近，拢爱谨记在心。认真去办，代志办完一定爱清楚禀报，唔通含糊。或者身为小学的，未出门办代志，应当请示前贤，禀报前贤，并且诚心请求指示，接受指导。你每一次出门转来的时，嘛应当尽量赶紧禀报代志办得如何，以免前贤担心挂虑。这条佛规乃是提醒修道人对人爱尽忠，对事爱尽责，并且上上下下准备有序，出入有礼，如此事事出过还面，圆圆交代，人伦大道才袂无亏。你救了冤人，胜冤下犯，出时有过，还必明辨，应当时时挂念娘亲，不忘无极，所以会当时时念念无生老庙，时时尽心修道办道的人，
才会当讲是真正明白出各方面深义的人。12条不乱系统，不乱就是不可以紊乱，系就是绳索，代表着一条的金线。统就是统领万物的大道真宗，也就是人人身上的自性。所以不乱系统，伊真正的含义是指每一个修道人，伊袂使偏离正道，一切爱以自性做主，袂使误入左道帮门，这正是真正的不乱系统。而金线有2种，一条属先天，一条属后天。先天的天命金线，自然是人人具足的天心自性，会当依心应心，依天相通的佛心，伊在性不争，在还不灭。当人人心情无念、无私无我的时，伊自然依天一贯，灵通先天，不移一步，直达离天。就在这个当下，道理，恁的先天的金线自然闪示发光，你灵光照耀3000大千世界。至于后天的银树金线，这是恁以恁的因宝术、点团术、前贤之间宿世有佛言。你在这3期末劫年大开普渡之时，因缘再聚会，彼此再相遇，才有这个修办的善因缘。道理在这最末后的时阵，加强重、加做事已经拢出来了，因以各种的神通显化来引诱修道人，而且以假乱真，以邪乱正，甚至自称有天命，虚目混珠，扰乱道场。道理在这个世局动乱、道局混乱、人心险恶的年代中，如果恁袂当一条金线紧紧追随，对着前贤稳定脚步，并且内修心性，安立自心，当一切大考验、大灾难来临的时，恁又如何会当心志坚定，你真正道在撇难呢？所以讲，当恁修得心性端正，邪魔不能入侵的时，迄正是真正的不乱系统啊！若无心性无正，邪魔入侵，任意相信左道帮门，无来尊重前贤因宝术，安尼金线一断，性命就难以保全啊！13条爱惜公物，公物就是指公家的物品，可比佛堂的物件，伊是属于公家的、佛家的，你有好好来爱护伊、珍惜伊，并且善用伊，你若会当好好来发挥伊的作用、价值，这叫做爱惜公物，也是你会当将伊带回去，作为你个人私有的物件吗？道理头前讲过，手续必清，这条的佛规，恁爱知影，小贪不妨，大过必成啊！所以公家的物件，千万唔通占为私有，或者任意迫害啊！搁再来，佛堂内底大天宣化的点传师、讲师，
以及这个办事人员，你有爱护因无？有对因无礼貌无？有伫个言语上侮辱伊无？爱知影，你若会当对因尊敬，就是爱护公物，因为伊是大天宣化，是属于老天的人。如果你无尊敬伊，无爱护伊，安尼就毋是爱惜公物咯。何况你搁伫个背后批评伊、骂伊，安尼就更加严重咯。所以爱惜公物，不只是爱惜佛堂内底的物件，嘛爱惜佛堂内底的人，爱好好来对待每一个，并且相亲相爱，互相帮助，互相勉励，这才是真正的爱惜公物啊！道理，这个道理，恁自己爱好好来想看卖。你若会当爱惜佛堂内底的物件，尊敬佛堂内底的人，就是爱惜上天的物件，爱惜善福的人，而且就亲像爱惜上天的善福菩萨同款。以外，徛在恁身边的人，恁嘛拢爱好好来爱惜因。若无你无爱惜，上天自然嘛袂拨人才互恁。安尼倒无又如何会当办得开、办得好呢？所以恁徛在头前的人，爱惜身边的人啊，互因该食就食，该休困就休困，该保养就保养。爱知影，有肉体当会当成功，无肉体又如何来成功了缘呢？所以身为贤贤，爱护后学，你袂使随便来责罚伊，因为伊是佛家的公物，不只是你的道中的舅妹。所以无爱惜身边的人，也就是无爱惜公物。道理，这条的佛规，恁会当深深搁再来思考体悟。14条活泼应事，真正的佛规就是道，伊是活的，毋是死的。伊本来就是随着外在因缘的变化，而永守中道，生生不息的。所以修道人嘛爱有活泼玲珑的心，毋通墨守成规，一成不变。譬如讲，有一寡代志前贤无伫的，无法度事先禀报或者做决定，但是代志已经来了。同时，这件代志嘛真重要，无法度等待，爱赶紧办。安尼，你嘛爱学会晓担当承担起来，即时处理。若无误人误事，嘛是罪过。道理，恁千万爱会记的，恁的所作所为，只要对象是合乎天心，对下会当利益众生，也就是一切只要是对人有好处的，你去做咯。虽然袂当互前贤谅解，甚至搁爱责备你嘛是会当考虑去做，因为咱办事是办天事，是替上天办事，毋是替某一个人办事，是办众生超生了事的大事，毋是办人间的小事。所以当事情来的时，袂使耽误的，千万毋通等待。只要自己是一片的甜心、公心，就是前贤无伫的，自己嘛会当去承担。只要咱有这个心性甲风度，是对天，毋是对人，
上天自然会谅解你。何况法是无定法，众生有84000种心，恁嘛爱有84000种法，爱学会晓如何随时随地，思来即应，思去即静，把握自性真我，应对一切因缘，而且在这个当中，学会晓应无所住，理性其心，这打算是真正的活泼应事，会当讲是拥有最高的智慧。道理，佛的心是无住的，无沾念一切；众生的心是无常的，袂永远不变的。所以，如何用一切的法来度一切的心，互每一位众生拢会当回归无极理天，迄就是恁爱具备的智慧，爱思考的问题啊！15条金眼神行，古早人伫咧讲，眼者心之因，行者心之影，就是讲言语会当表达出一个人内心的心声，而行为会当反映出一个人内在的心影。所以你内在有啥物款的存心，外在就会有啥物款的言行。相对的，你无这款的存心，自然嘛袂有这款的言行。因此，外在你所讲的、所行的一切，会当真实，自然来反映出你内在心性的一切。所以你的一言一行，就代表着现在真实的你啊！而且都是袂使随时离开咱的，加上天不言，地不语，道的尊贵是爱在恁的身上显现出来。因此，你安怎会当无谨慎小心自己的言语行为？你无尊敬自家的身份呢？何况天有天律，国有国法，佛堂嘛有应受的佛规。你若讲话无小心，做代志无小心，任意做下口过、罪过，终归不但伤害别人，最后受害也是自己。因为上天对每一位众生拢是公平，拢是大公无私的，拢是寸光不卖、谦过必才。那么在因缘果报的铁律中，道理恁又如何会当犯了过错，而无受到天律的责罚呢？所以你讲话袂使以言伤人，以言败德，更袂使以言立误事啊！你应当以言立人，以言行德，以言成事啊！尤其修道人更应当口出真理，只论圣事，莫讲是非，无做口过，口无杂言，断断一切虚笑，这才是真正的金言。你心行也是同款，你不但爱言行合一，心立标杆，你更应当以身行道，代天宣化，处处以天心为心，事事以众生为念，时时战战兢兢，谨慎自持，心存严谨，心自消过。如此言满天下无丘过，行满天下无怨恶，正是真名真正代天宣化的人，正是一位真正立心行道的人啊！以上为师已经将15条佛规的真义一一说明，希望道理拢会当好好来修，好好来办，
而且照安尼去做，安尼为师保证恁必然成道有余。